哦，其實越平權嘅 product 係越撚歧視㗎，因為佢最後唔可以血腥收場，咁佢打感動。我記得你每一個村民我都記得，雖然我係高高在上嘅公主，你知佢背後幾撚權威啊？唔好講 DEI，唔好講平權，唔好講多元化啦。名已經係好俾係啊，對視咧嗰條橋咧細撚到咧，你知點解城堡出邊有條橋啊？因為下邊有條河，因為叫護城河。點解護城河啊？即係啲人攻埋去嘅時候，就有條河隔住，你要游水，如果咪就過條橋先過到去。你老母嗰條橋短到館長咁撚細，唔使關禮傑啦，關正傑都跳撚到過去啦。魔鏡最尾有冇爛到？魔鏡有爛到，佢碎咗再張翻埋咯，咁樣。講我係超有張力噶。喂，大佬，當全世界都話 Rachel Zegler 靚過交加特，咁仲有咩好討論？一路都問，喂，魔鏡邊個最靚？魔鏡話你最靚啦，交加特。跟住咧無端話，而家白雪公主最靚，點解？因為佢心地善良。好似講到之前嗰10幾年，白雪公主心地唔善良咁樣。點啊？之前嗰10幾年周街屌人老母啊佢。喂，我記得你。你弱者，你弱者，係啊，弱者咁樣。你弱者，你病，我記得你整麵包，你冇女朋友噶嘛？我記得你，跟住突然間有一日，你哋覺得好人好得你最靚啦，咁我屌你啦！有冇咁兒戲啊？